中大甲镇南宫造就，来自全台湾超过100间宫庙的神明，拢来到大甲游街自驾。周清准的神明甲镇南宫的神坛坐到满，非常的壮观。 鼓吹吹鼓调，锣鼓伴奏，增加庄严气氛。即讲来自全台湾真济宫庙的阵头，同齐来到大甲踩街游行，庆祝镇南宫造就圣典。就是我觉得是36年之后才有一次这样，我就觉得带动那么多人潮，就觉得哇很热闹。伫咧沿路会当看到民众设香花，深深欢迎来自各地神明来到镇南宫参加造就。神坛内底有正千座新村，规模真大。 和镇南宫嘛拢算袂哩。咱大家嘛有甲停假的所在，因的神尊拢要等来参加，所以讲即摆神尊到底有偌济来吼，无法度人统计。让36年搁一摆举办宗教神事，丰富活动展现妈祖信仰的文化底底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